好了，乡亲朋友，现困过后转到了福气台咧，呢节目嘅现场咯吼，今天呢好食新鲜线啊，我来小介本大家是，也一定好食嘅哦，有老时妹嘅两个果子干咯吼，还像头先呢同两个现场嘅来宾哦来打咗一个嘅时间，就发现到真是吼，其他嘅一个想法啦、概念嘛，所以讲安全摩托係一定重要，食起來就會空間嘅吼。一下我就想講吼，你講到安全摩托食起來就會空間，啲下頭先沒有提到咧，你一個檸檬也掉吼，還個把哪怕嘅也掉，全部都係無農藥嘅、無化學皮嘅嘛吼。啲下你按用嘅想法啦吼，出嚟係對學校嘅一個你講科學嘅展覽概念來嘅以外，還有乜嘅部分係有影響到呢？哦。我有兩個來啦，兩個來嘅，嚇，一個都40個來，也係寫滿字，有個泰來啊，雙昂來啦，咩雙昂來嘅？人昂來嘅就表示講佢嘅一個想法啦，吼，可能就當到事情堅持嘅就會去做了。係錯，伊啊吼高中大學化學博士啦，哦，高中大學嘅化學博士咧，伊啊吼講起。1年200萬的年薪啦，唔會做啦。如去做嘅精油係，特別嘅香啊，阿婆創業嘅香。阿婆創業，我頭先講創業嘅香咩？嗰啲香係講無天然嘅上班下吼，你講都受香嘅時節啦，著落去對身體真係咩唔好，還個對環保咩唔好。係錯，係。佢做嗌都滿意啦，係講經驗啊，佢叫做裝經驗嘛。我經驗，跟讀化學博士，跟我唔用化學嘅東西來做嗰氣球嘅東西咯。像去上班可以做乜嘅事，這個較簡單嘅，用合成嘅東西。但是伊講我都係因為了解化學，係有化學嘅東西。太了解嘅，故所更加愛來做安尼，用無化學嘅東西來做較好嘅東西，俾他家人來為社會啊貢獻一些東西。所以講啊，好，你雖然講喺學業方面，唔過啲啊部分真係冇好，你冇愛去做嘅，冇去做呢方面嘅事情咧，吼，真係咧，也就係要學過，真係要了解嘅時間，爭啲講哇。也實在有決定影響，有決定意味咩？吼，故說也咪係影響到一個，對個做一個果子乾，還個一個種一個，係講果子時節嘅一條想法概念啦，吼。有時間都講到真好咧，真好其實咪轉到不下來聽書嘅，學嘅下轉來不下聽書啊，我想好少人聽從有一道嘅想法，錯冇吼？嘅下嘅想法，用嘅都係強用哦，就係老媽媽強用講一類想法強用愛做果子乾，也係嘅下其實你對想法係冇強用嘅。迄時節好像檸檬乾啦，因為應該每日出世以後見到見太嘅，我想講，市面上我買一些嘢零食不意思啦，不過健康有嗰度有嘅冇嘅添加物，有冇一種純天然嘅，故所以我想今年檸檬可以做乾，其他果子可以做，就開始講。眼嚟研究，看下是其他嘅果子用嚟做，又開始做，唔見啊看到一啲。古所是味道，應講冇嘢愛留意前頭應講冷打俾嘢掉，嗬，本意應講做啲食咧，有時間慢慢嚟引前，學做變咗講，按用到東西都引到咧。古所係對檸檬乾起司，學嚟做起司。既然講對檸檬乾嚟做起司，就我來讓大家講下，嗬，應該香港也現場看到嘅檸檬啊，按用一隻，有啦，所以來係一隻。吃到係會做得啦，嗬！講到入邊可能鄉親朋友咪會想講啊，嗬！你嘅檸檬乾啦，你按拿來做曬做果子乾嘅時節，要買個條件嘛，所以講按拿來做果子乾嘅，一條果子，有啲會聽說做唔得做，有啲做起來可能冇咁好食，嗬！也有呢啲會係較適合嚟做嘅。我都去浸一個檸檬嗬，我自家種嘅，以我自家種嘅。來做標準，我都去搣一個皮啊，搣佢嘅皮，有啲皮，用按用鉗係嘛？青罌，青罌，青罌嘅都用化學皮嘅。
哦，古說一皮嘅安樣，像像下皮，佢有彈性咧，有彈性咧，也都用有機皮種咧，有彈性咧就係有機皮嘅，迄個硬硬嘅皮到硬嘅就係冇彈性嘅，看咯，安樣冚下去就有得會安樣嘅彈性，安樣因冚皮嘅水分會見到營養冇，係會去看啦，啊如訪問一個農民啊，錯，因為我出家冇種咁多啊，啊天淡多嘅時節，我有睇養護唔好。嗰時我去請其他農民。嗰時我去請其他農民嘅時節，你咪愛啲講，樣嘅種出來嘅算係，佢係完全冇土冇加化學皮嘅，所以一點就做得分得出來。我都睇咧，我都去問去做生意。去做生意。係。我請人來做咩？同一個農民做生意啊。係。我問佢講，誒，你去做生意？伊有啥藥嘅冇？啊有野馬嘅皮冇？係，啊都去問伊，問嚟伊啊吼，伊會講啊，因為一個農民係種稻嘅，伊冇可能自家做啊。係，伊天都請嘅，啊都訪問伊，問到講啊，一個人做嘅事情，做嘅農事，同我理念相樣，係，我都會請一農民。係，人家嘅理念相樣，唔係講也係係農民啊，自家講嘅就準算的哦。係錯，係下我去調整，可能有係咩有樣就冇用一個化學皮啊的。哦，所以對一方面嗬，人哋也十分的堅持，嗰種一個人嘅檸檬乾嘅部分啊，係人哋就按樣都來去調透出來咧。調透出來過後呢，嗬，係像當上愛啲啊，可能大家都想講一個果子乾啊。現場其實也係有看到其他盤嘅，也係果子乾咯。也米絲啊，吃到都撇撇嘅，佢嘅香係種甜甜嘅香，冇像嘅油豆嘅嗬，佢嘅香啊嗬，就香到本人吃到披起來都唔刺眼嘅香味哦。一隻地講也係種刺眼嘅香味。像入檸檬乾做對老大家講下，你睇睇係用嘅一隻長絲做出來冇？哦，長絲都講啊，摘過來一天去洗，係一粒一粒洗，洗青嘅，不用去走。哦，冷皮走來，不用走來。要做以前米了再提出鍋，要保持一個東西攞杯冇水。哦，冇個水氣就錯嘅啊，係。因為水啊吼，含有細菌，有細菌。嗰時一天要保持一個乾走啦。好，也就係講到洗澡，講保持自己澡過後，嗬，也係其實都方面可能都一個應做咧，嗬，做按樣應切係冇，一開始愛切，從早嘅都切，愛切泡嘅係切下盤掉嘅。我攏注重切泡啦，愛切泡嘅，因為我認為講一個檸檬乾嗬，一條一條安尼撕啦，係，撕出安尼米絲都好嘅。對，講到一部分嗬，切到泡泡，再過去來做一個加工啊，嗬，好切好，我做一講一個磨水器就做得來切好過後就一下方面嗬，其實因看到嘅一個講，你都按用意義，一下係細咩嗬，係，還有一點個重要都講啊，唔好用塑膠盤，唔好用塑膠桶，唔好用塑膠盤，唔好用塑膠桶，一時間都要用乜嘅？用其他不鏽鋼嘅，哦，不鏽鋼嘅嘢白嘅，我用不鏽鋼白嘅來標，標嘅我標，將切好嘅啊，鹽炸好嘅我標喺冰箱嗬，係，啊唔係講啊用塑膠嘅桶嘅啊，用塑膠嘅嘢下邊扛啊，咁啊如果檸檬要酸。係，你就會按樣用塑膠桶底包度，就會用出人工嘅塑化劑也有嘅東西。哦，真係咧，嗬，你講也到嘅製作過程嗬，都也嘅當中咩一定嘅重要，用乜嘅東西來種咧，咩當重要。係錯，啊我標喺冰箱，嗱唔會發霉。標到冇杯，係個冇水氣，咩強用佢會發起氣。係會發氣，會有一啲霉菌。好，按樣去嗰度愛冰到冰箱去，過後呢，我冰一幾個時間啊？差唔多5日到6日。6日嘅時間。過後咧？過後再我是再加磨一份。呀磨一份，我哋又咩磨水片用啦？磨一份。係。我哋咩會去放啊？放過咧，
伊也冇一份有病色素冇，有病嘅防腐剂啊都冇。係。啊冇嘅，人哋哪會用？古時候也嘅講到病嘅冇嘢款嘅時節，因為要去脫膏嘅嗬，要去調脫膏，韓國就搶頭先嘅方法，去揾到去做生意。有病啊冇病啊，用到一定準，一定重要啦。即係咩愛有限嘅時節就望去看啊看。好，一做你講到遇到嘅第一種嘅嘢產品，佢下做一個檸檬乾啊，嗬，就本單就想講愛按樣做一個調膏，你講也係老師嘅調膏要用按樣做，用按樣洗係冇？哦，有一啲我一啲朋友啦。但也朋友嚟我看了，係我嘅師專嘅同學啊，但也朋友嚟我聊啦，啊伊看到我看檸檬清歡喜啦，係，伊都講，喺度講做檸檬乾，係都按你開始，哦，是按樣開始嘅嗬，啊伊比係我看檸檬，我都講我一年食係差唔多90條啊，90條，係，我當總是用10條嘅啊，一年食係90條，每多年都出每多條嘅啊。啊，冇多愛來同其他農民合作，咩冇按多條去嘅嗬，我真想拿去賣，冇話都賣。哦，規箱啊用拿去賣，即係講錢要嘛，錢啊用規箱啊用拿去賣，做下冇法度嘅。但係昨天有供銷部啊，農業供銷部啊，係啊，嗰個按拿去供銷部賣冇法度嘅啊。誒冇已經賺唔到一箱嘅，啊一樣嘅，賺唔到一箱也是只病呢。講真實，聽講2禮拜咩嗬，一樣快啲真係當東大送嘅，啊送人也冇天來食啦，從檸檬凍送咩？係，都睇住就會搭起其他嘅東西嚟食，啊伊看得到安尼清歡喜，係講做檸檬乾，係講好，要安尼。就按樣慢慢嚟就做起勢就做出來咧，嗬。學講到也就係一檸檬乾按樣嘅一種方式。米下啊，我係想整好，米下也現場就看到有啊黃梨啦，也應該就係香蕉啦，嗬。因嘅下做係進來部下開始來講天數嘅下啦，嗬。伊也就按到嘅東西哦，有天數去切嘛？有啊，一開始有去切咩啊？有一開始嗬，因為俺哋咩冇講，一開始已經係按到人，按到農民講種呀種嘢，有先去市場嚟買，好，先買嚟試做看咯，有悄悄地去做出來可以食嘅時間啊，嚟請嘅農民合作安尼。按樣型嗬，學人講到也即係講愛田嘢，愛抗田咯。韓國呢嗬，人哋都一個做嘅一個過程當中啊，咩十分嘅講究喎。新來呢嗬，人哋頭先就講到檸檬乾嘅一個做嘅過程啦嗬。韓國其他國家講佢嘅做法係咩樣嚟？家下面陣個繼續嚟留睇家嚟講到，成都有邊樣人嚟聊下嚟。